人嘅小朋友半夜12點發高燒，39度。我哋去咗3間醫院，嗰個自動門係關嘅，大門緊鎖。分享一個好慘痛嘅親身經歷。就算住喺日本好多年，可能都會犯個錯誤。有一次我同另一家人去沖繩玩，嗰家人嘅小朋友半夜12點發高燒，39度。我就以為自己識日文，帶住佢哋衝落樓，截的士，查地圖，揾醫院。結果我哋去咗3間醫院，嗰個自動門係關嘅，大門緊鎖。就連我對住自動門上邊嗰個電話號碼去打，都冇人聽。問的士司機，冇辦法。最後小朋友瞓着咗，我哋都見唔到醫生。後來就知道啦，原因係咩呢？第一，唔好以為地圖上面有嘅醫院你去到就可以睇急診。事實上係日本大部分嘅診所同醫院喺晚上都係關門嘅。第二，日本嘅醫院唔係間間都有兒科㗎，的士司機都好為難㗎，都唔知帶你去邊。所以記住啦，日本深夜就醫正確做法係打119。然後喺日本睇醫生，我幫你總結咗3個同香港同內地都完全唔同嘅潛規則。下一條片完整分享俾你。